你知道吗？这个画面出现在我梦里好多次。满眼的砖红色石头建筑耸立在蓝色大海中央，古老又精致的桥梁一座又一座横在水上，码头边停靠着大大小小的船只，尖尖的船梢在水光中摇晃。威尼斯带着惊喜再次出现，让人梦醒流连。水城威尼斯当之无愧是一座世界艺术宝库，威尼斯也是狂欢节的代名词，这绝对是一个令人回味无穷的节日。在横跨大运河的众多桥梁中，最壮观的毫无疑问就是里亚托桥，而运河两岸的贵族宫殿与宏伟教堂也是质比鳞次。我现在身处的呢是威尼斯的历史中心圣马可广场，拿破仑曾称赞其为欧洲最美的客厅。广场上伫立着宏伟的圣马可大教堂，历代威尼斯共和国总督的住所总督宫，从其顶部能欣赏到水城全景的圣马可钟楼，以及圣马可时钟塔。除此之外，不得不说的还有那些保存在教堂里或者分散在威尼斯各区众多博物馆中的精美艺术品。Hello， 大家好，我是柏林江小村，今天带大家来到了威尼斯的总督宫。这里紧邻圣马可大教堂，它是威尼斯的象征，它是威尼斯共和国最高元首总督以及行政机构的所在地。我现在所处的呢是威尼斯的总督宫的大议会厅。大议会厅是总督宫中最大最宏伟的房间之一，它长53米，宽25米，是欧洲最大的大厅之一。同样呢，这里也是威尼斯共和国重要官员举行集会的地方。你知道吗？意大利人的早餐是从一杯卡布奇诺开始的。我现在正在享用花神咖啡的卡布奇诺。身处300年历史的花神咖啡馆，如今它也成为了威尼斯最有名的地方之一。很多社会名流在这里讨论人生，讨论哲学，享受威尼斯美丽的风景。同样呢，威尼斯双年展的概念也是在我身处的这一间参议院茶厅被提出并走向全世界。来过威尼斯的朋友肯定都坐过公交汽船，我们今天乘坐的呢是由薇拉公司给我们提供的威尼斯最新款的柴电混合的绿色公交船。汽船总长24.75米，宽4.22米，可容纳230人，共有100个座位。其最新一代的一些部件进行了重新的设计，不仅提高了汽船的可操作性，而且也减少了噪声和空气污染。拥有1600年建成史的威尼斯绝对是一座不可思议之城。威尼斯由118个小岛组成，由400多座桥梁连接在一起。游览威尼斯大运河最经济实惠的方式就是乘坐公共汽船。如果要探索威尼斯错综复杂的小运河，那肯定就是贡多拉了。贡多拉装饰华美，两头高翘呈现月牙形，贡多拉的整个船头呈 S 型，船头包着钢皮，船尖上带有6个钢齿的梳子。贡多拉就是马克吐温笔下威尼斯的小艇，有20-30英尺长，又窄又深，有点像独木舟，像挂在天边的新月，行动轻快灵活，仿佛田沟里的水蛇。我现在身处的是威尼斯圣乔治马焦雷岛，我身后的话是岛上最有名的一座之前是本笃教的一个修道院。我现在身后这一片呢是非常有名的岛上的迷宫花园，整座花园呢是由3200棵黄白杨组成，然后我们现在走的这条岔道全长是1公里左右。我们从天台上或者是更高处看下面的话，就可以看到这座巨大的迷宫花园是由非常多象形的图形组成的。
今天带大家来看威尼斯的国际双年展，在我身后的话是威尼斯的中央展馆。威尼斯双年展今年已经进行到59届了，今年有全球来自58个国家，总共有213位的艺术家在这里进行大型的艺术展览。本届威尼斯双年展的主题是 The Milk of Dreams 梦想的乳汁，此主题呢源自于已故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卡林顿，重点突出围绕身体的表现及其蜕变，个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身体与地球之间的联系的问题。除了水城所拥有的大量艺术作品之外，威尼斯的魅力还在于那些鲜为人知但却绝对让人不虚此行的角落。这些遗珠或许在旅游指南中没有介绍，但只要亲自走过威尼斯的小路和广场，您绝对会有所发现。其实不论来多少次威尼斯，都不知道该如何去形容它的美好。每一次都会在一些熟悉的地方找到更多的美好，即使是一个简单又平凡的路人，但是每一次都会给自己一个去了又再来的理由。静寂笼罩着这座水上城市，古老的威尼斯又沉沉地入睡了。这里不是梦境，这里是威尼斯。